啥子奇迹已经转移，喜儿之子为儿之妻，此子必备临日修己。你下去呀、这不一位吧？啊！你得宽松呀，我嘛，这可你呀！啊呀！我知道被你读书这些阵子，他反而不了你的功课。好，让你一个人啊，静心读读一回啊。你们出手呀！走！哎呀，事不如今，我这方内书之上，早也找到最美了。你是不用很张容。你不良的同情书，神笔千岁，神武，我一大金钱。万个什么书？我来帮你，你句句为什么不肯用功读书呀？你倒是讲啊！唉，并非我不肯用功读书，这官你那一双绝不呀，不怕有人曲风流离，不有成一个亲戚，这书啊，我实在是读不下去了。你是为了我说年轻，是个你不信读书的吗？你那一双举目，好比两个金龟，把我的万岁三都给了去了，叫我还有什么心情读书啊？我也会说年轻。
郎君心着子，要拜郎君当雷神。哎呀，陈郎啊，劝说因为功名，不送来不归哟啊，是人我要让世人看一看情泪子与我世所天天功名何成？陈郎啊，他比自己情命流露忠心真光荣，让你听我你我